稳当稳当。请讲师慈悲，前道鞠躬，坤道鞠躬，讲师好，讲师好，请坐下。组长以及各位前的大家早安。好啊，今日都是足欢喜啦，啊嘛足应景的。我有一种感觉吼，回娘家的感觉，哦，回娘家，因为好哈还未结婚的时阵，好哈就是咱爱上的查囝，所以咱有一日来看到好事都会讲，啊，这阮爱上的查囝，哦，啊，嫁去孝敬的媳妇，哦，所以好哈今日倒来拢有一种亲切感，感觉讲诶，倒来回娘家啦，吼，那么好哈的讲是。感恩上天慈悲，降德积温啦吼，师尊师母两位人大人的大德吼，啊嘛咱老天人的五大医生，咱前人叶律师以及各位前辈者的苦心栽培甲提拔，啊使有互法有一寸学习的机会啦，吼，啊那么互法的讲是在初学习，对着英语啊、道学啊，并无真深的造诣，吼，啊所以今仔日只是以着互法的一点点仔的心得，来甲咱大家做一个共同的分享，啊做一个心得报告，吼，啊互法今仔日呢，要来讲的题目叫做心经疏灵道，这是咱道中心教互法的指定的题目啦，吼，心经，各位前言大姐，咱互法先请教咱一个问题，咱今仔日来入这个班，咱有心有经无？有吼，咱有抱着足真诚的心吼，真心来入这个班嘛，相信大家拢是真心的，才有法度通来入这个班，吼，甲所有的问题、所有的代志、所有的杂事拢来挂开，吼，啊来入这个班，包括互法哦，互法里面呢，在初学前足学慢的，啊但是伊就是抱着这个足真诚的心，吼，来甲咱大家做一个共同分享啦，吼。那么，伫咧咱还未进行讲题进前啦，吼，互法来甲咱大家分享一个故事，一个典故，就是讲通老夫子呢，在过去伊有带着颜回去东游去行出去行的时阵，啊，拄好行到中昼的时阵，各位前面中昼啊安那？巴肚枵啊嘛吼，巴肚枵咕噜咕噜枵嘛吼，所以通老夫子就叫这个颜回呢，去迄个饭店头前拄好有一间饭馆，伊就讲啊，颜回啊，你去头前迄个饭馆吼，要一些饭，来或是一碗饭来食吼，填饱肚子安尼啦，咱才会行啦。啊，颜回就听到伊的老师安尼讲，伊就真正去到迄个饭店，甲迄个头家讲，啊，头家啊，你厝边的阿姨会当试下一碗饭菜，阮师母师仔吼，食饭啦吼，填饱肚子。啊，这个店头家安怎讲呢？伊就讲。
你要爱饭菜，食饭会使，但是我有一个考题啦，一个条件啦，我有一个条件，只要你吼，我讲一字啦，我写一字，啊，你爱甲我讲一字叫做啥？你若答对了，我互你饭菜，互你食到饱。啊，你若讲毋对，歹势，我一定用乱棍给你打出去，我会用乱棍甲你拍出去，安尼啦，甲你讲出去。伊讲，吼，一字我眼会吼，搁较安那复杂吼，我对老师对了，莫讲一字啦，一篇文章拢嘛无问题，安尼啦。伊讲好啊，足简单的，你就甲一字写出来，我绝对甲你正确答案来甲你讲对啦。结果伊写一字，各位全选，咱知影几字嘛？天真，连大家拢知影真。吼，即摆刚有来就讲，吼，我连这是我尔难呢。那这个字我误会了吧？我误会了吧？伊讲，这个就是金啊，金的金啊。伊讲错，唔对，伊就乱棍起来就甲拍啦，吼，拍出去啦。刚回就感觉足有头一头雾水的，这个字的真，那是甲讲迄个是真啊，去互拍了怎撞出去去甲，就去找讲老文主啦。讲老文主伊就讲，老师啊，伊讲你饭菜头家讲你饭菜一定爱讲一字知影一字啦。啊，这个字我都你甲我教语课都真啊，为什么这头家讲毋是啦？甲用咧乱甲我拍出来安尼啦？这个甲孔老文主听完了，伊就微笑笑咧，看啊是爱为师出马啦。为师出马，所以孔老文主就带一工去到饭店，啊，就甲饭店迄头家讲啊，伊讲，我想要甲恁准备一个，想要甲恁试写一款饭菜，迄头家嘛共款哦，共款，我写这个字，你爱甲我讲伊叫做啥物字啦？各位先生，孔老文主伊甲讲伊叫啥物？伊叫做18。哦，他讲右边读边，啊没边读中间，啊其实迄个点头家是毋捌字，伊甲讲18，伊甲迄个金听开啊，叫做18啦，吼，啊迄个点头家讲，哦，可怜不错，这个就是记性先知道的，哦，这真正是无，这是包真的啦，哦，真正的，哦，所以这个货文叫迄内底的迄个小二印菜拢拍出来，好款菜的孔老文主甲共会，哦，因食饱，好，啊，即摆食饱了后，吼，孔老文主才甲讲，头家伊是这个叫做金，哦，金正的金，啊，其实你读做18，伊是夹起来叫做金，哦，啊了后这头家人讲，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这个孔老文主才甲讲，迄个颜回迄阵啊，头我就纳闷，老师啊，你明明刚刚我就是今天来去甲伊讲18，伊一定的斟酌就坐在那边。所以孔老文主，各位先生，咱注意听哦。孔老文主伊就甲颜回讲，伊讲颜回啊，有的时候认不得真，有的时候，各位先生这有含义的哦。孔老文主讲这有含义的哦，有的时候认不得真，吼，啊，有的人是不是真，不是金，搁有简简单单，咱有去家回想一句孔老文主一句话，后学要来点个书，影咧。有的时阵吼，你若要教伊较真的话吼，你不但我都达成你的目的，伊今仔绝对无饭菜通食。搁来就是讲，你若要教伊较真的时候，你有可能就是会失衡。会冤家啊，啊本紧大家有等等，有大大条来遐烧钱啊，对无？啊，迄阵啊就是会伤和气啊。哦，所以爱你圆满，就是讲要达到圆满，就是讲这个真其实内底有真正的意义，咱爱去到位，爱去甲完成，爱达到完成。哦，迄才是真正真的意义。所以伊才甲咱讲，有的人不是真，
规工讲拢是伫遐真实事，吼，凭着咱即个实事咧做主啦。所以讲老夫子伊甲咱讲即个颠覆即个故事呢，咱有时啊吼，有时啊或许就感觉讲，真正足有意思的就对啦。怎么按了一下就变成浅浅慈悲哈？或许重新开。倒来，所以伫太上老阮内观经讲讲，得一心定，心意得定。心定即得感，得感即心通，千经万事归在心。所以太上老阮内底真正甲咱讲啊，伊讲得一心定哦，得是主要是靠你的心，心能定。各位前小同学在抛一个问题，道跟教有什么不一样？有浅浅可以跟或许分享一下吗？道甲教有啥物无共？就比如先天后天，先天后天。啊，道甲教有啥物无共？先天。嘿，是做地面哦。是吼，因为互较感觉讲体会来做一款的体会，道甲教确实是无共。教咱就是拄则讲教化人心的啦，只要咱有去尊重伊，你有信伊，信他，然后讲信佛得弥勒净，得永脱净土，会当脱离净土吼。信耶稣呢，会当安那，你超信，你只要相信伊，信伊，所以呢，教伊就是感觉讲，你就是教信伊就好啊。为信甲足白就是一模栽进去，即个教是教咱讲教人，就是咱信就好。但是道绝对无共，道是爱安那，爱有感，体会，体悟，你才会安那提升，为你的心性去提升。道是向内面，向内面去找你的心性，为你的心性内底去扎根，去做，去修。所以道甲教绝对是无共。道是较亲近为咱的心性中向内面，所以咱主要是爱去体会才有心定，有体会你才有心定。心依道定，你若心拢依道的内底，你的道慢慢修，慢慢修，有到位才能到位。你道路行有道义前，国学字、新闻字、明明字、是书字，到尾有独行字，你有行，你才有到位，你走到位了之后，你才有到位。因为你有觉、有悟、有体会，所以你的道理慢慢你就有正着。你就会安那足主动的，唔免人叫，唔免人安尼一直甲你考证，所以你足主动的，你的道理就会走出来。所以你有心定，你的道就灵啊。心明即道教，道就教伫你的身体，你的心中就有道啊。自然你的注入，你的道面道，你的道量啊，你的道灵，你所有的你就是拢有伫你的心中啊。所以道教，你的心就通啊，心就通啊，就通达无碍。所以伫咧迄个观心经内底啊，心地观经讲讲，伊讲诶，三界之中，以心为主，能观心者，你若我当观心的话啦，你会我当观心的话啦，通达如来，所以你就当圆满，你圆满，不能观心者安那，应处所百，应处明白，你永远处伫迄个明白当中，因为你无当关心，你的心安那执着伫遐，执着伫遐，所以千经万术归因拢是咧讲咱的心，所谓千经万变拢咧讲咱的心啦，修行学道嘛是咧修心尔，所以咱师尊大人才甲咱讲，修道修心，办道真心，这若是向内面真正咱的宗旨目标，所以
你有心得，哦，你有心得，你行了有心灵啊，你的心灵到尾你就心痛，因为安那，咱的心就已经通达有界啊，哦，通达有界啊，所以呢，第二咱来讲着，假真假之北，真妄之极。其实呢，各位先生，真呢交假，什么叫做真呢？各位先生，什么叫做真呢？什么叫做假？天助天不坏。因为这我无话啦，这是真的假？嘿嘿嘿。啊？你话讲假？啊无啦，真的吼。哦，这是真的，咱看现在用的真普通真的，但是伊会因为时间、空间吼，伊个环境了而变，啊，成住坏空，又一天嘛无去，所以到尾变假。咱这个是真的假？咱这个本身假，咱拢知影哦，做地位的。这个肉体呢，伫个人世间啊，哦，地假是安那，短暂几十年，才是互你上最，若讲百几岁就是人瑞啦，哦，无简单啊，哦。毋过有一天到尾啊，嘛是爱安那，爱去火化，爱去买种牛，哦，啊嘛爱烧了嘛是变假呀，迄个肉体问题啊，哦，所以迄个嘛是到尾啊安那是假。但是啥物是真呢？咱头一思考这个问题。咱的灵性就是迄个真如的本体，迄个才是真的，迄个才是真的。所以咱第一，咱咧讲这个心经书入道，咱爱先甲真假搞清楚，真的假咱来先分清楚，哦，先分清楚。所以真妄之际，其实真假拢是一粒心尔，一粒心尔。你即摆所现出来，你的心念是恶的话，你就落地啊。啊，你若为你的心念若是善的，你就属于天道。所以真跟妄，你起了无心的时阵，若讲一心生二门，一心生二门，一个就是安那心病门，心病门就是讲你起了恶的念头，你就一定甲去；起了善的念头，你就为天道去。哦，所以一粒心之间尔。啊，所以呢，那真如门，就是安那，就是咱迄粒真心，迄个会经过时间、空间、环境拢会去，哦，所以迄个是真正咱的真如本体，是咱的真主啦，哦，所以真妄之际呢，就是伫咧用间当中一念之间尔，一念之间尔，所以心得不变哦，心甲道是无差别。哦，所以我即摆总有道心的、道念的，哦，迄个就是善慧啊，迄个恶门的关起来。哦，啊，我若即摆做无道心啊，我就是起了贪嗔痴迄个念头啊，吼，迄个你的真如，迄个门就关起来，关起来了，你就起了这无好念头嘛，啊，所以你就落地甲迄个无好念头，造业啊，就造业。所以心灵哪会为真，为真呢？你的心哪面？你哪有法度回归到真呢？回归到迄个真啊真呢？所以真妄不二，即妄即真；真妄不二，即妄即真啊！吼，啥物叫做真呢？哦，第二心真，啥物真呢？各位先生，咱来看一个影片，这个影片很有意思哦，做有意思的哦。大家怎么样？拜拜拜拜。
因为你的心啊静，你的心当达到清净。所谓的清净就是清，就是安那无念，哦，啊净就是不染浊，无念道念浊浊，哦，就是讲咱来拢是保持一个真如原本光光足足的心，拢是足清净的，就敢若亲像一片平，足清净的，咱照咱一切，哦，足灵的啊。啊，所以你清呢，就是讲，若心清，就会当安那心灵，就会当达到。所以就宗教讲，好义自性，本自清净。哦，啊，好义自性呢，本不修炼，好义自性本不动摇，好义自性灵性淡化。哦，所以咱的自性当中本来就是真丰足的，伊道道光足足，是足清净的，是因为咱呢受到气病苦困约束蒙蔽，咱咧染浊念念，所以着作者甲咱讲咱爱安怎？无念为主，爱以无念为主，而且咱师尊大义嘛甲咱讲，叫咱爱安怎？妙行无阻，妙行无阻，妙行无阻哦。咱拢以妙行，吼，以无助，但是无法感觉实在讲，伫你咧无无助的当中，咱敢有去想这个？咱爱安怎妙行？因为你就是无迄贪嗔痴爱，迄就是拢是你造的，迄拢你的造业。你起了这无好的念头了后，迄就是要造你安怎随风逐波之流。所以咱拢是因为伫即个浪潮内底咧滚滚，浪潮，吼，喜、怒、哀、乐，咱拢随着这个着波自然。我今仔日人吼，我若今仔日呢，吼着迄个六合彩，着中奖吼。哦，咱就起一个足欢喜的心啊！哦，我的心就一直起起即个大欢喜的心。啊，我若今仔日人若讲一句无好听的话呢，我就足生气。哦，啊，我若安那呢，今仔日拄着一项足悲哀的代志，哦，了后你就心情就足欣喜的，哦，然后你若足快乐的时阵，吼，足欢喜的时阵呢，你就起一个足悬的波浪。所以你伫安那。你就是伫咧浪潮当中随波逐流，这个潮当中，你就没办法妙行无阻。啊，这喜怒哀乐，这就是咱的心经上命。为什么常常甲咱讲，喜怒哀乐未发之时为中，发之该中者为好。所以伫咧当中，这就是拢咧助你，咧助你的。啊，你咧安怎去甲这念头转为好，就是爱。咱的智慧转识为智，咱若有慧转识为智，你才有法度通妙行。你要无助，咱爱先无助，无有迄十恶不赦啦吼，贪嗔痴爱，这咧甲你造业，你甲这个念头安那，爱安意吼，意吼心心稳离稳灭。你这心念咧影咧起的时阵，你就甲迄个影点掉，哦，所以就是无迄个有可以造业。造业起来，哦，啊，咱就爱安那以智慧，所以伫咧这清净当中，咱互咱就感觉讲，水有一个好学的迄咯，好学就爱迄个很好奇啦，人讲好奇宝宝啦，所以伫修办当中好学啦，咱若听到一个道理，还是听到一句诗句，互咱拢有时一直思考，一直反复思考，这是安那，阮理经理嘛，我安尼教的。你一工就干那念，干那想一句句就好啊，一句诗句啊，一句经典就好啊。你就一直遐想，反复的想，最后你会让你想出道理出来，真的嘞。啊，我先讲师定讲一句话，道理袂加一个。我咧讲师培训里拢讲一句话，讲道理袂加一个哈，但是就是靠你啥？靠
靠你家己去多思维，加去甲想，加去甲想法出吼，去甲思考。所以咱在慎思之啊吼。所以你思考当中，你就想出这个道理出来，好汉来有一概就是舀一盆水，吼，安那来甲滴目汁，咱咧思怀的墨汁甲滴。这水的人为什么讲是散山若水？咱为什么人拢会定安尼啊？过去然后咱迄个太初老君老子，人伊就讲啊，散山若水。为什么水会去有情？这是首先呢，其实是没有它的道理呢。因为水依理万物啊，逐项拢爱水。过前年咱敢离开水？袂难嘛。包括咱身体内底就有血配水啊。你若离开水，你就无法度生存啊！啊，迄花啊、树啊，一定嘛爱有水啊，爱有落雨啊，爱有压水啊，对无？所以迄个水当中为虾米遮重要？伊吼，咱吼去家滴墨汁，一盆水内底，吼，咱甲滴墨汁落，咱是毋是会感觉这盆水就安那染浊，就变乌的哦？哦，你甲人啊会变乌的哦，变乌水啊哦。毋过有一工，我甲甲试哦，其实。啊那呢？我就家己买1点钟了，2点钟了，3点钟了，半工了，上清下浊，迄个水家己沉淀。我就想啊，究其摆到咱个身躯顶，咱敢有去学这个沉淀的功夫啊？咱拄着一件代志，拄着烦恼的时阵，拄着不如意的时阵，拄着挫折的时阵。去家沉淀，先去向外面去家沉淀，问看咱家己的自心，我真是有生了啥物心？怨团的心啊！我想到想到安尼，我路人路遮济，我是安怎今仔日会行上这个路会当会变遮尔错前？咱拢就是无法度沉淀下来，无法度通守住本心。讲一句较实在的吼，咱就无法度吼守住这一个念啊。先好量啊！你都无法度守啊，咱就无法度守啊。何况咱是安那去客入，要安那去觉悟、觉醒，这拢免谈啊。所以咱第一就是先爱先守咱的念的事业，爱先甲咱的念头守好，定咱安那守全。拄着代志的时阵，咱还是人讲的，拄着困难的时阵。错着是咱爱安那行动，家己爱愈谨慎。拄着烦恼的时阵，咱要安那用智慧，爱冷静、冷静，智慧才会生出来。哦，拄着人咧甲咱误解的时阵，咱要安怎？沉默，真正咧，是咱若拄着人甲误解，应该是很懂得对，好。真正人讲清者自清，得奖出人，咱应该是这样子。时间就会当证明一切，所以呢，咱拢爱安怎？他之我日新，日新又日新，这就是在沉淀。为什么电脑拢会时常安那？时常拢爱更新。或许拢感觉是咱这样想的，与其咱就等着被淘汰，不如自我更新。真正呢，修烦恼嘛是同款啊。你一直讲要伫遐等到人甲咱。拉我一把啦，推我一下啦，要叫我人来解救你，你也要把你一双手，你爱赶紧伸出来。你要等老人家来咱辛苦，引导我们自己多学习，多行之，加行加修，加教，前辈家安尼对你行。人讲没有慧根的慧根的你对付到位，做到位，听到位。清净的心情安排生活的变化，锁住你的清净的心，你了就是咱讲的，你了
引进、远近、新进、新啊，我叫我讲时间，我选择出嚟，我到我讲谁家哩？因为我有时间的心情，所以我会是有当时间，但是我就是情境。我进故事进，诗进呢，你讲我讲。然后愿景你就心来，你的心情。然后对人的是讲其实我较古来的啦，哦，所以再来就是讲纯真，因为现在啦是纯真，就像来年一个 baby 高高兴兴海向前程抱了一个 baby 好，白白长长什么背哦，那打球，哎呦，我是天津哦，所以做纯真呢，所以我学我刚刚不是我那种爱小朋友小 baby， 所以呢，你也看是做纯真的哦，你的心情啊，你那啦有是因为有家己的想法，看完没有自己的想法，伊是啊一条本砖，很纯真，纯的是讲伊是百分之百合套的，所以咱来对他看，现在的商机哦，商机很聪明，他们很喜欢用什么字？用这个纯字，哇，你若是那个，咱哪看迄店家哦，店家商人哦，最喜欢造一个纯字，纯，这是一个纯有机，哦，这它那边纯手工，纯的是讲100%无套来的啦，所以伊嘛咱若看拢会写啦，9，到点9，但是无迄个100%。咱拢是爱收白，爱有手的亲像玫瑰到迄个baby安尼，足顺的。所以咱你爱意上，以一个种纯净的心哦，清纯的心来伊咱来生兴趣，为咱的心中哦，就是迄个纯善的心哦，啊一看就用平常心哦，所以以诚心，咱来看到这个真，各位同学，咱来分享这个影片。你看这个，我们的请大家加油！哎呀，加好吗？你看没事了，我要。风水宝，我做单纯的呢。老师讲1、2、3跑，啊，结果迄个4、5个不跑。你讲老师甲讲啊，你是安那？你哪有讲我1、2、3跑？为什么你两个就徛遐？你两个都没带出来。你讲老师你不是说1、2、3跑吗？啊，我4跟5我来标跑。做单纯的哦，做风水的呢。哎，我感觉讲啊，咱心头啊。
小时的时阵，来到这个人世间，讲我要来打拼，我要来做人，我要打工做着，结果呢，一去不回。所以老师都在那边望穿秋水，要笑到等到可能迷路的高粱。哦，咱迄个初心拢袂记啊呢。今日来听班，听到讲师讲母，这真心足好啦，这道理足好啦。啊，阮听呢，转去一天了，2礼拜了，3礼拜了，1个月了，1年了，哇，跑到取消1万，哦，我袂记哦。所以有啥物讲吼，修道呢，10年、20年、30年啊，共款拢啊，维持好好。哦，咱迄个执着的心，甲咱迄个梦想的心。所以讲，亲近一开始就甲咱讲，叫咱的在听到现在，咱来回到迄个亲近的心。但是咱就是讲无迄个初心，去抓守住好，守住好，这是真正一门深入、一门的功夫啦。人讲吼，樟头若掠会着吼，较好迄个，较好迄个食，真的呢。你迄个骨头若掠着吼，真正想办法有起来。所以人讲会讲，迄个三座正常要讲，积德无染，自道无染，危险一则。真正修行学道毋是困难啊，足简单的，就是你莫去有点点，哦，你莫去有点点，但无有点，你莫去有点点，所以就是伊就是拢是修行。但是咱就毋是呢，看会着用紧甲用定啊，看会着这物件这袂歹哦，这两边这个第三物件足好哦，哦，这是纸袂歹哦，这吼其实好出哦，啊，这个不要哦，这个不要出啊，咱就是会起迄个贪嗔痴，起到迄个无好的念头，啊，就安那着离遐，燃烧去着离遐，哦，着离遐，啊，你明就知影讲，咱会贪输足侪领衫，啊，毋去菜市去看着迄百货公司这领衫袂歹，啊，着踮伫遐，无去买一个新款的，就一直拢看伫遐想讲，哦，我这个啥物事一定用心计较要来甲买。各位先生，或许咱嘛有这种能力，有这种慧眼哦。但是，一旦咱踏入咱门了，咱道理真理去开听，去家体会，去家悟即体入的那个了，咱会感觉讲真正，咱爱回归到迄个清净心，回归到迄个初心，回归到迄个单纯顺风心。哦，所以呢，有时啊呢，咱真正应该反思啊。第三，咱要讲无为的心啦，无为的心。啥物叫做无为的心？就是讲无啥，无求、无欲、无出息，哦，没有取舍。嘛毋是讲无为，是讲毋是着空，嘛毋是讲哦妙当伊是真空生有因，哦，咱无去着也是无为，迄个就是最上最有因啦。咱就是咧看咱头前为着道大陆遐排过来到咱台湾，伊是做着无为的牺牲奉献，哦，伊拢是共款，哦，对着人牺牲较济，迄实过才能行人，所以咱爱对因来卡念伊行，就是无为的牺牲奉献。所以老师在讲讲，修之以身，其德乃真。你若真正踏踏实实的修的话，修你这是定你的心性上遐，那安尼咱的定就是真的，不是讲以为的，不是以为的哦。所以人讲，真诚的人呢，真诚的人，真正真心的，真诚的人，走着就入心了。虚伪的人呢，是走着就疏远，就淡出了。如果伫咱的人世间，伫咱这世间，不管是朋友啦，啥物啦，咱就是讲啊，你若是那种用这了做真心的心，学到一个做真心，走着就入心了。朋友嘛是共款哦，所以人与人之间靠的是一份情，情与情之间靠的是一寸真。你迄个真心老配出来，你就安那，互感动的，真正就互感动的，做到互人讲。
生管要排程，说，这个礼拜要做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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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东西嘛。所以个这里端还要做掉顺哦。你好奇，你讲，组长，请问一下，这个是什么机种啊？这咱做这是啥物机种？无法来公司是做拍。伊就讲这是啥物机种啊？这是要出哪一个客户，哪一个国家，对这个国家啦。然后就讲，你这吼坐办公室的作业，我食饱，我做作业做无用的啦。我即摆吼会规伫楼骹等，我咧这一回回啦，我无用甲解释真济啦，真济啦吼。你去问恁的经理啦，莫来遮问我来遮甲阮妨碍我的生产啦，莫互我遮做工专个路。我就遮大声讲了，即摆迄个妹妹煞真个。房子都三五七，就有钱安尼啦，就安尼做生意的，就因为拿出社会大件啦吼，较会歹势，佫有歹的较济啦，而家歹着了后，就敢若把苦钱好好买，我甲妈妈，妹妹，你不要生气啦，那个阿姨吼是因为吼，工作在忙吼，口气就有点急，口气就有点大声，伊无歹意啦。伊无歹意，吼，你吼，你要知影这啥物机种呢？我就讲讲，这是 BPSE 啦，是咱一种的种成熟的机种，吼，伊这就是即摆要去处理越南，要去出外南去玩，所以伊即摆的会议40尺会议然后安尼等，所以因咧赶会，所以口气声不伊无歹意，我就安尼甲伊讲了，伊就感觉有通事情较稳，就转去。转去我是咪想讲，即个妹妹头一工来上班，就去拄着即种的情形啦吼，咱就讲社会化啦，咱若是咱会感觉讲安那，在我就需要啦，所以我去甲遐个生管主管吼，我伊去去转去甲伊关心啦，加转甲我就卤一寡冬瓜哦，卤一个煲汤哦，煮一个煲汤，就去甲伊讲妹妹，我讲哦。我很看好你哦，我足看好你的哦，你袂使无来哦，你明仔载爱来哦，我希望明仔载我咱看到你哦，你会再接再厉，要加油哦，你很棒哦。我就卤豆干，煮那个煲汤红椒哦，我再给你泡起来加油哦，我相信你可以的。那个已经这样跟伊讲，阿姨妈妈，你怎么知道啊？我咧即摆就银行在食饭，讲妈妈讲哦，我今日去上班第一天啊，就看到你拍我问仔就爱。因为我就有爱去啊，讲组长足无水准，咱就在旁边，互我甲伊讲了，加油了，结果伊真正袂甲我，互我就去卤豆干啊，卤煲就甲伊煲一个，加油一个，伊真正佫有继续做。伊即摆是做甲啥？新冠的课程，伊咧做足紧哦，他真的是很错，包括公司的比重8九，所以他都有很用心在学习。结果互我经过了，2个月了，我有机会甲我，是唔是？咱来机会好无？来拜拜。伊讲好啊，一嘴就甲我应好，我拢无第二句话吼，我嘛感觉足奇怪，这个人敢遮好路。伊讲，若别人吼，我会考虑啦。若你吼，我绝对交你来，因为恁吼稀有动物的，恁食菜的，恁所收容的吼稀有动物的，拢不会去关心咱的。我讲伊足窝心的呢，伊不但是伊来了，佮甲带一个同学哦，伊的大学同学，两个做伙交我收好我去求他。所以后学的讲，因为咱若真正平时讲道理吼，民众好讲，若咧讲足够讲道理，我感觉咱只要带有一个足真实的心，足真心的心，你去度，绝对是感动的，真正是感动的。伊就算讲第一届无要落，第二届就感觉搁去甲关心，搁去甲鼓励。伊第二届、第三届就叫咱来，互我讲是安尼咧度啦。所以咧，公司嘛真侪拢邀我来。
找一个咖啡因，无啉吼袂人啉死，我若无啉袂感觉孤单，所以一直找着一间咖啡，就是足好的，足环境真好，足好的咖啡馆、咖啡馆。讲老板饮食的，所以讲老板来2杯咖啡，老板就那黑咖啡吼，2杯黑咖啡，啊老板就那出来上一定嘛，今摆了有3个哦，3个啦哦，3个哦，老板来杯咖啡，2杯挂墙上，那有迄个挂墙上，听着讲奇怪，那有迄个咖啡挂墙上，墙上敢是咖啡啦，哦，我哋同事听了感觉奇怪吼，甲看怪，伊讲是咪像讲，敢会像咱台湾安尼啦，纸杯嘛，有诶咱会啉咖啡了，我看纸杯好食啥纸杯，我后面结果各位搁甲注意，后面搁一个，老板来2杯咖啡，1杯挂墙上，奇怪，你这是意大利拢啉安尼挂墙上的咖啡哦，哦，伊即摆我这同事啉了，到场一结账啊，老板，我可以私下请问一个问题吗？一共有什么问题？你们意大利这边的人为什么都会挂墙上来？咖啡挂墙上，还是啥物意思啦？是亚比什么墙上面墙上会当啉咖啡哦？伊讲不是哦，原来你问的这个问题就很简单。到尾啊咧，头家还袂解释，我搁一个请安尼衣衫不整啊吼，啊就来了，总裁中年士进来，阿姨就来讲，老板来1杯墙上的咖啡，我讲这个人哪会墙上的咖啡，换伊咧叫来啉嘛，头拄仔前下2个拢挂墙上，即摆才叫墙上的咖啡，老板这样讲，因为人家啉的人，他们懂得喝咖啡品尝咖啡的意义，所以他们都会这样布置，一杯了后，伊拢会布置一杯挂伫墙上，把这个白鸭挂伫墙上，拢一杯咖啡打。然后迄种100无钱通好倒咖啡的啦，还是讲伊拄好身躯顶无地钱的啦，吼，伊100想要啉咖啡，所以就啉，啉就对啦，当叫他墙上的咖啡来喝。我有先甲伊想说，伊分享，我的同事分享给我介绍，我是说，虽然是小小的1杯咖啡，各位我们有没有去思考里面的争议啊，那个意义啊？因为伊挂的那个咖啡吼，墙上的咖啡，他不知道谁哦，后面是谁来叫酒、来喝酒、来提领哦，他不认识的人哦。你讲哦，我叫处长是谁？我请伊一杯咖啡，很正常，因为我以前我是写啊，立法处长跟候选人很熟的话，或许请他一杯咖啡，很正常哦。可是他不是，他跟后面的来叫墙上的咖啡完全不认识，所以他们是以着一种无为的心态，所以无为是咱行为最高的应该，迄个叫是无啦，迄个是啥？迄个是咱的终极目标，咱爱以着无为无私，吼，所有一切，迄个咱才有法度真正咱的建构，达到我们的修行终极目标，哦，所以有时候我们我顶头一个人，我功德无量啊，我去看别人，我功德无量，其实那个都是我们的责任，那是咱的精进嘛，咱修行的精进，所以呢，你才敢把这文样，所以心得呢，能体悟道的节奏，你若真正有心经啊，你就法度能够明白黑我黑己黑你这个道的节奏啊，原来道就是这样处理，空字一年啊，万字之一面，哦，你方式是干啦？要孤掉所有的一切，万大山大川，要孤掉所有一切，拢会当合合，啊，关节当啊，退走一面，你的迄个数学，迄个心念，迄个所在。所以咱修法的就是共款，对方是咱的名字，咱是一直道
道理，拢是有心，平等的心。咱无管是咱的用合伫咱的退休里面，咱迄个密存，咱迄个健康迄个所在，咱嘛是爱是亲近，嘛是爱真心的。哦，所以这就是咱心经来讲到清净初心哦，念所以为天下天下至诚用之，所以你就是天下至诚，你会当做到这个清净初心真心，达到这个真心哦，真心。什么叫做假心？各位学生朋友就是交真心倒摆，你的心念起了这个假心啊。所以真心一变，你的灰啊，不是真心的。所以一砸，你的两头一砸就无顺啊，因为你个心了以外是心无担心嘛，所以你就无单纯啊，无单纯啊。那么初心你若变啊，你就计较就是啊，生出离啊，你会因伊计较，所以修办道上正是啥？咱各位前学啊，有思考，好是还是修办的上正啦，就是啊，千日砍柴，一日烧，千日砍柴，啊，是人讲会修同定啦。你在那一边埋怨，一边流泪，一边埋怨，啊，迄个就是啊，打水，哦，竹篮打水一场空。到尾啊，你讲哦，啊，我是办遮久啊，为虾米我不共款？应该是因为我有懂规章好好地啊。所以人讲会当成就你的人是啥？40年哦，是你的心念哦。啊，会害你的人是啥？世间上害你的人是啥？是咱这条心哦。哦，所以呢，咱有时啊，伫咧事当中，咱啊，伫咧一边疗愈一边埋怨，一边埋怨。咱真正做味啊！人讲啊，辛辛苦苦赚一箍啦，啊，糊里糊涂了八竿，啊，不钱不干啊嘛，开了，怎么灵啦？你拄我好安那，拢白做，拢白做，拢到尾拢是安那，拢是我拿卖做的，哎呀，真正拿卖做的，哎，哦，所以有啥物咱讲咧，将功补过，啊，不过有时咱那边功啦，早对，真的，所以有时候咱来上信心不足，因咱来行动，咱家己学要爱行动哦。所以呢，初心啊，真情呢，你若一旦偏差去啦，是啊啦，差足济的，大种意义啊。所以咱分享的一个蜡烛为主，这是真实哦，各位同学，宝光剑的一个大字哦，伊吼去菜市啊，啊菜市啊有去看到一个啥呢？各位同学，伊咧，安尼去咱知影无？安尼去咱各位同学敢知影这个名字？唔知？知吼？佚佗啊，人讲的佚佗啊，台湾人讲佚佗啊。伊去菜市啊时看到一个迄个佚佗的吼，咧安尼去哦，大，即摆，喂，保护喂，这我的地盘，咱要保护伊，拢安尼去咧一大迄个保护，这我的地盘爱保护，安尼足歹吼。啊，所以伫遐个菜市啊，这地盘内底，所有的头家吼，拢一块吼，迄个搞保护足乖。啊，有一厝，大家拢，但是大家表面拢足乖的，高标的目标，大家拢议论啦，骂这个啦，骂这个是无啦。啊，有的人看见就袂惊死，足惊伊的啦。啊，毋过这个宝光剑德的大钱吼，伊去菜市啊吼，要开办去菜市啊，伊有一厝哦，我看到这个大哥吼，咱拢想讲，其实大哥吼，人讲诶，你应该有一钱，这个大哥伊差不多快过岁数。一个阿婆要过红绿灯，啊，迄个大哥伊个举动走路吼，阿婆，你要过哦，啊，这真车足济，来，阿婆我甲你开过啦。伊拄起了这个梁头，拄啊好就迄个宝光剑的大姐，大姐安怎讲呢？讲迄个人无埋昧心良心，伊还佫我要来导伊，好，伊就发一个我讲伊要导游去这梁头，结果等伊就甲因的道亲讲啊，菜菜买了。菜市啊，讲着
人人拢有迄个运动机会，咱袂使甲污蔑掉。所以伊真正哦，赶快去想办法咯，做有地位哦，即个大姐做有地位哦。伊就从讲去菜市啊，伊就调工要去穿迄个阿里。伊讲多快的，看来我想好。大哥，你吼，你给我保护会死掉，你就怪我。哦，大哥，你吼，足赞。讲你想让我足赞，但快点我要惊时间啊！你敢来甲我讲话？伊讲，哇哦，看你安尼体格足勇哦，你安尼拢赤哦，烫体哦，伊拢无穿衫的热人拢烫体哦。看你安赤哦，啊，迄足臃肿的安尼哦，啊，拢无穿衫咧，拢足臃肿，伊有甲公园佚佗啊，跳，伊足勇壮。哎呀，我有一次看你牵一个阿婆过马路，伊足神，伊足热心的，我甲你按赞安尼啊。哦，迄个大哥大叫学了一个，本来足歹无，啊学了一个，安尼哦，我迄间牵阿婆过路你也有看哦，我足赞，足够，哦，你如果当甲阿婆过路吼，你足有信心，你足礼貌的，你绝对足礼貌。叫学一个个啊，就讲那个啊，毋过大哥，我甲你讲。你这是热人穿衫烫体尔哦，我有实在一个听你较勇，伊哦规年透冬，不管外年寒外年热，热吼伊拢烫体，你敢若是热人烫体尔，有人迄个哦，平日搁加勇，规年透冬搁较寒伊就拢烫体。伊讲有即种人哦，我伊就起一个好奇心啊，有即种人哦，伊讲有啊，你要实在一个，我伊想讲哦，即个人比我较勇，我无来调加一个，哪会实在啊？全部人都爱面子的啦。你好，你甲我介绍一个时间，你来介绍，你即摆带我来实在一个安尼啦。结果伊真仔就甲带，因为拍电话哦，有顿啊，紧叫人才，叫点头准备啦啊！我要带即个阿姨来顶头哦，真个会假啊！真个会假啊！我真的来真的哦，真的。哦，啊，真正大家就真正叫人才办事情完，要不然想到，即摆去吼，来到咱楼下去，咱再起来，钱早安，钱来请个毛巾，哦，迄安尼去上意外的，我伫遐一世人食到遮无限啊！这个无万上顶顶的是，你有这物件啦，哦，所以咧，等下咧，咱会请这个陈讲师，陈讲师嘛吼，那是司机吼，陈讲师咧，来叫咱大家做伙探讨这性的真理，哦，因为这咱讲师咧，会非常的优秀，哦，拢是这个中心啦吼，中心都经过训练的，哦，口才嘛真好这个主持都真好，哦等下咱会当咧静静来听讲师这个分享来解说，哦，互咱会当咧了解，哦，更加赞的这个真相，咱应该安怎什么代志会使做，什么代志唔使做，哦，想要安怎？唯有就是咱讲师的心经思维咱的心脑筋脑明白啦，进入这个道啦。啊，若无呢，心若无真的，离道愈来愈远。啊，离道愈来愈远，去安怎走唔干？所以大汉就甲咱讲，道也者不可思议呀，可离道呀。讲道唔使配合离道，配合离道。所以每一个人伫世间日常当中咧，生活不离道，健康嘛有健康的道理，哦，运动嘛有运动的道理，无一人无离道内底咧，无一人离开道，你若离开道，就已经超过
谢点传师慈悲，钱到鞠躬，坤到鞠躬，再次热烈掌声。邀请我们的请讲师慈悲，钱到鞠躬，坤到鞠躬，讲师好。讲师好。